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，从他那儿您一定可以学到地道的维吾尔族舞蹈。我们还是一起在他的舞蹈当中揭开他神秘的面纱吧，一起来看。玉米提，维吾尔族，21岁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这个像阳光一样快乐的男孩，他的舞蹈宣言是用激情燃烧肢体，用舞蹈净化心灵。的朋友一定对他不陌生，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小伙子玉米提，掌声欢迎他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跟大家说啊，我们这位小伙子可不简单，多次在桃李杯的全国舞蹈比赛当中获奖，获金奖，而且呢，在首尔国际舞蹈大赛当中也是获得了金奖。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舞蹈大赛当中呢，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玉米提用维吾尔族舞蹈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Assalamualaikum， 大家好。因为新疆维吾尔族舞蹈，它不仅是一种那个体型的舞蹈，它可能还有不光是有散南舞，还有萨马舞，还有刀郎舞。刀郎。接下来我有请我的鼓手，邀请他给我伴奏，我给大家来展示这3种舞蹈的一种基本的动作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欢迎维吾尔族的朋友，欢迎你。好，有请帕哈提。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拍手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我想再展示一下我们的萨满舞的一个小片段。小片段，来好吧，萨满。还有刀郎舞。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给大家献一个刀郎舞的片段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谢谢玉米提，今天现场的观众啊，真是不虚此行，跟我们玉米提一起学舞蹈，不仅能带给您快乐，同时啊，还能学到地道的维吾尔族舞蹈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就有请热心观众上场，欢迎你们。有请。玉米提，那接下来就要把舞台交给你，给我们大家带来基本的动作。好的，好的。首先，教大家几个单一的动作，从最基本的行礼开始，好吗？
那接下来继续。好的。带给我们的第二段，对，没错，第二段舞蹈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教这速度有点太快了，有点速成。第一段我们还没完全掌握呢，要不然你再带着我们来一遍好不好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换手。迈腿，肩，反面，转圈，好的。你觉得谁表现的相对比较好？我觉得发型就很像舞蹈演员的这位来，您上前一步走。非常的。之前跳过维吾尔族舞蹈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喜欢。喜欢。跳舞对。那之前觉得维吾尔族舞蹈最标志性的动作，男孩子跳起来是什么动作？因为我有几个维吾尔的朋友，关系特别好，不但喜欢他们的舞蹈，还会说几句西天话。是亚西吗？亚西。他稍微维吾尔吗？维吾尔们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我们都蒙在鼓里。谢谢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给我们翻译一下，玉米皮。这位老师说你好，我说你好，他说你吃过你是维族吗？是。然后你吃过饭吗？我说吃过了。合着您学会的还是咱北京话哈？您吃了吗？新疆话会说，但是新疆舞蹈第一次跳。第一次跳。刚才玉米皮说你表现最好，你给我们展示一段。好，来吧，有请。舞蹈当中，您认为最帅的动作，加上他刚才提示的神态，1、2，哟，还行。维吾尔族的朋友是能歌善舞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唱首歌啊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这样，我们在玉米皮的歌声当中，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与我们共同跳起维吾尔族舞蹈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请出我们的天山雪莲组合，包括我们这位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跳舞吧。Canım
要和您